家嚟到今個禮拜嘅澳門論壇啦，我係劉成。我哋今個禮拜探討嘅議題呢，就係人口密度冠全球，人多擠迫，究竟應該點樣分流啦？嗱，較早之前嘅最新一份統計數據呢，就顯示咗啦，澳門嘅每平方公里呢已經去到20,500人㗎啦，比起2013年嘅數據呢，係每平方公里多咗1000人。嗱，睇翻咧全球嘅呢一個人口密度嘅排名啦，澳門暫時係排第一位，其實之前一路都係㗎啦。排第二位嘅摩納哥咧係17,000幾人，新加坡咧就係7,000幾，而香港咧就每平方公里6,000幾人嘅啫。嗱，其實睇翻澳門嘅2萬幾呢個數咧，相對嚟講都幾驚人㗎。嗱，澳門呢個咁樣嘅彈丸之地可以容納咁多人，會帶嚟啲咩問題呢？交通、醫療、教育、土地等等，又應該點樣解決呢？我哋好開心咧，請到係包括立法議員在內嘅4位嘉賓嚟到現場㗎，包括喺我身邊嘅係群力智庫中心副秘書長張淑玲小姐。各位早晨。我哋邀請到係立法議員關翠杏女士。各位朋友早晨。我哋都邀請到身兼立法議員嘅珠海市政協常委陳美儀女士。早晨。係，我哋仲邀請到咧係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家增先生。係，當然唔少啦，我拍檔陳永輝先生。係，唔該曬劉靜嘅，多謝晒4位嘉賓今次出席我哋嘅論壇啦。咁頭先阿劉靜都提到啦，就係話而家澳門嚟講咧，咁多年嚟都係一個人口密度最高、名列前茅嘅地方啦。而今年亦都係突破咗話2萬人每個平方公里裏面有2萬人。咁各位市民到底唔知生活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好擠迫啊，上唔到車啊，或者點咁樣？咁呢一個咧，我哋留翻俾4位嘉賓講啦。咁我哋先同阿關姐傾下偈先啦，或者嗱，而家講到話人口密度突破咗20,500人啦，每個平方公里。咁其實呢個增長嘅幅度合唔合理咧？你覺得？咁我相信所有人都會覺得唔合理嘅。咁頭先大家朋友都已經介紹咗啦，呢一個咁樣嘅密度咧，第一已經係無論從過去嚟講咧，都係已經係全世界密度最高嘅。咁另外我哋睇下最近呢個升幅啦，尤其係喺舊年，佢呢個升幅要去到已經係每平方公里再加1000人。人哋香港先係得6000幾，我哋1年就可以到1000嘅。咁你話呢個合唔合理呢？澳門嘅土地大家都好清楚，咁細嘅地方，人口增加佢仲唔係話簡單係人口增加㗎嘛？佢就會帶嚟咗整個社會需求嘅增加。另外仲有嘅就係道路、公交以及社會服務設施嘅增加。咁佢跟住落嚟衍生嘅呢，就係話整個社會資源嘅競逐。咁呢一種咁嘅情況底下係絕對對我哋澳門嘅居民，對整個澳門未來嘅發展係不利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早幾年前呢，澳門嘅整體承載力已經爆燈呢一樣嘢呢，社會已經係提出嚟嘅。但係政府係冇認真咁樣去面對，亦都冇去有效嘅方法去處理。咁而家好可能有啲人就話：喂，我哋遲啲又會咩新城填海啊？老實講啊，呢個係假象嘅數。填海有幾多公里地方啫？仲要係好多年後嘅事。如果以而家啲咁嘅速度再增長，再填海，咪更加人更加擁爆咯。始終個道路交通一切嘢都承接唔到啊。所以我覺得而家呢種增長係絕對唔合理嘅。我覺得係政府應該重視，我哋大家市民亦都應該關注咯。好啦，想陳議員啦，你又點睇呢個問題咧？同埋其實一啲而家我哋澳門本身醫療、交通、社會服務等等咧，其實都有本身自己嘅規劃喺度嘅。咁但係而家面對住呢一個人口增長嘅幅度咧，政府啲規劃到底趕唔趕上變化咧？你覺得？我諗政府現時嘅規劃咧，應該講咧。過去嗰回歸10幾年，政府都冇好好咁樣咧做一個城市嘅規劃。應該嚟講咧，就係話係冇規劃，所以咧就見步行步。到咁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就出現咗大家係屋嘅問題啦、交通嘅問題啦、種種嘅問題，或者係醫院醫療嘅問題，就出現咗各方面嘅問題。原因咧其實就係話，因為我哋咧高速嘅發展，而咧之前喺整體嘅規劃上，無論係城市規劃或者
者係人口規劃上，政府冇做一個好好嘅部署，就出現今日咁嘅現象。但係我哋要翻嚟呢，就要睇翻個問題嘅症結喺邊度呢？就係因為我哋其實而家我哋澳門呢已經係定咗位呢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而旅遊休閒中心呢係一個服務業，服務業呢係好需要人嘅。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各種原因，亦都係好多大型嘅建設，導致咗今日而家係有咁嘅現象，即係要好多嘅人力嚟到去做嘢。咁你話嚟緊呢一個問題係能唔能夠解決呢？我諗大家要深思去諗下，有幾樣嘅建設我哋係一定要去做嘅。例如就係話，而家我哋急需要嘅醫院又要去做，填海我哋又要去做。咁呢一啲咁樣，仲有喎，而家有人提出咧就話學校又要去做，公共房屋又係要去做，呢啲係唔能夠減少嘅嘢嚟嘅。好啦，喺呢啲唔能夠減少嘅嘢，喺而家嘅人力資源點樣去配合呢？仲要喎，如果同一個時間一齊去推動啲各類嘅建設呢，咁你話係咪要好多人同時一齊要去做先能夠解決？要急需解決啊嘛！因為我哋而家嘅公共房屋已經拖咗好耐，唔能夠再拖，即係以我認為就係話唔能夠再拖啦。今日我諗大家如果睇報紙頭條，大家都會睇到就話有一個地盤嘅公共房屋都係拖咗好耐都未起。咁呢啲係咪又係要去做呢？我諗大家要諗一諗個問題喺邊度，如何要去解決，同埋呢而家呢係好難呢話去退步嘅行翻轉頭，因為呢其實好多嘅打工仔呢都係同我有一樣嘅反應嘅呢，就係話，因為佢哋已經係供緊樓，而家有咁嘅收入係咁嘅支出，無論做任何政策、人口政策、規劃政策，不能夠影響到現時嘅工人嘅收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你先至能夠去決定任何最新嘅政策。呢個係我一個睇法。多謝。係，同翻阿張小姐一邊傾下。我知道群力本身有做一啲關於醫療啊方面嗰啲規劃嘅，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而家群力對呢一方面嘅意見係點？其實我哋睇翻呢，而家咁我哋睇翻呢，而家澳門個人口密度呢，亦都係比香港高出咗3倍嘅。咁加上呢，其實呢幾年我哋見到嗰個入境旅客數字呢，亦都係超過咗3000萬嘅人次啦。其實呢兩項數據亦都係正正反映咗而家我哋城市嘅一個負荷能力呢，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㗎啦。咁我哋睇翻其實嚟緊啦，澳門嗰個外勞啊、旅客人數啊，亦都會係進一步攀升。咁我自己比較擔心嘅係呢，如果我哋嘅政府再係盲目咁樣去追求一個亮麗嘅經濟發展，而冇去實實際際去做好我哋嚟緊呢個城市承載力嘅一個研究同埋規劃嘅話呢，最後可能只係令到我哋市民同埋遊客之間嗰個矛盾係越嚟越大。咁亦都對於社會嘅一個長遠發展呢，亦都係不利嘅。咁我自己睇翻另一項數據啦，其實澳門而家嗰個人口分佈密度咧，亦都係好唔平均。好似以北區為例啦，我哋見到而家個常住人口咧係講緊成23萬，尤其喺呢個黑沙環同埋右巷區，咁嗰個人口密度咧每平方公里其實係講緊10幾萬嘅人，咁可想而知嗰個人口嘅擁擠程度係即係好犀利咯。咁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喺一個人口密度咁高嘅區域入邊啦，我哋而家北區嘅衛生中心只係得2間，咁嗰個醫療設施咧係相當唔足夠嘅，根本係滿足唔到我哋北區居民嘅一個生活訴求。咁一啲真係有迫切需要去就診嘅市民啦，佢哋夜晚可能只係可能夠翻去中區嗰邊睇醫生咯。咁對於一啲夜診嘅居民嚟講咧，亦都係相當之唔方便。咁其實咧承載力啦，除咗講緊我哋一個土地之外啦，好似一啲道路嘅空間同埋一啲社區嘅配套方面啦，我哋認為咧，其實係未跟得上嗰個人口增長咧，而有一個相應嘅調整嘅。咁所以咧，都好希望咧，政府嚟緊可以因應翻我哋各區嘅一個人口密度咧，去做好翻我哋而家嗰個社區嘅規劃配套，從而啦去滿足翻我哋社會居民嘅一個生活需求咯。好的，謝謝。我們現在想要問一下學者方面的意見，就是李教授，您怎麼看澳門的人口密度是突破了每平方公里20500人？您覺得這樣的一個人口密度對澳門的社會會帶來多大的衝擊呢？包括是醫療、交通、土地以及可能是長者服務等等方面，您怎麼看？各位朋友，我簡單的談談我的看法。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呢，我是又喜又憂。
为什么喜呢？因为毕竟这个数字啊，说明我们澳门是足够的发达了，已经进入了世界比较发达的城市的这个行列了，人口密度那么大嘛。优的就是刚才刘晶说的，它人口的众多，特别是密度的增加，给我们的基础设施、交通啊、住房啊，还有一些服务，包括刚才陈议员都说了，医疗啊、卫生啊、教育带来麻烦。所以又喜又优是我的一开始的一个想法。然后昨天晚上，我听了陈主任他们的要求，我去收集了很多资料。我发现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看法是，澳门人口密度虽然大，但这个问题还不是严重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提供几个数字。第一，最近几年全世界那些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超过2万人的大有人在啊，比如印度、加尔各答、德里、孟加拉国的孟买、达卡，包括中国的沈阳，他们是几百公里平方的土地，300公里、400平方公里这样的大的土地，平均下来人口密度1平方公里超过29000多、25000多、27000多都有。这是一个就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城市人口超过2万密度的已经好几个，不是少数。那么我们澳门毕竟面积很小，只有30平方公里嘛，30来平方公里，我们不能跟他们比。我又找到一个数字，2014年1月份，中国内地20个人口密度超过2万的城区列了一张表。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黄浦区，它12平方公里，62万人，人口密度超过1平方公里53000多人。然后跟我们差不多的，我找了一下，广州的越秀区，它是32平方公里，它的人口11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34753人，这是广州，跟我们差不多。我看了一个这个表，20个城市中间有19个城市的那个城区，就是10几20平方公里的那个城区，人口密度都超过了20500人。就我们澳门要排的话，只能排在第20位。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一个看法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澳门人口密度虽然很大，但是大家不要太紧张，它毕竟只是属于一种中上水平，不是太严重的水平。我要谈的就這個問題。OK， 咁教授頭先提到嘅係一啲關於城區方面嘅問題。咁其實我哋嘅數字咧，而家世界上有啲數字咧，澳門排第一嘅數字咧係同一啲國家同地區比，而教授嘅數字咧就係同啲城區比嘅。咁我哋今次嘅時間夠啦，我哋下一節翻嚟會繼續探討呢個問題。好啦，翻到嚟有第二節嘅澳門論壇時間啦，不如我哋咧就先由翻我哋嘅台上嘉賓會同大家討論下問題先啦，唔該。或者咁啦，我想同阿關姐傾下啦。關姐，如果我哋而家個人口密度去到咁高嘅話，我哋政府到底有啲咩工作可以做到咧？同埋而家有啲即係人都提出到澳門人咧，可能話可以離開澳門去翻內地住啊，或者係內地澳門兩邊走啊咁樣。其實你點睇呢個話題咧？即係你問我，而家有啲人覺得而家澳門地方咁細啦，我哋搬啲人出去出邊啦，係咪啊？遊客啊，又或者係居民啊，可以去外邊住。嗱，我自己係咁樣睇嘅。咩叫澳門居民呢？如果我唔喺澳門住，我點樣話我係澳門居民呢？你將我哋啲澳門居民放逐晒去外邊，就叫做係解決住嘅問題咩？即係呢一樣嘢咧，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外勞佢嚟到呢度做嘢，你批得佢嚟，你話外勞可以去外邊住。嗱，而家事實上好現實嘅一種情況呢，就係我哋嚟咗17萬幾，接近18萬嘅外勞。咁佢哋而家嚟到呢，就令到我哋市場租金又上升啦。咁所以而家亦都有啲人話，啲外勞響內地住啦咁。我哋唔係針對外勞，我哋平常心去睇呢件事。佢哋喺外地住冇問題，
但係就會造成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增加咗關口嘅壓力。所以而家好大嘅問題，我哋大家知道，現在就提早咗1個鐘頭開關，晏咗1個鐘頭收關咧，響嗰個關閘。如果唔係早一輪，未提前同埋押後嘅時候，你睇個拱北關，我哋啲工友朝朝，我哋澳門人真係有啲已經被逼去咗拱北處㗎啦。但係朝朝翻嚟翻工係點啊？打交咁。嗱，呢啲好現實嘅事，即係話如果外勞又係去外邊住嘅時候，嗰個面對住嘅海關個通關壓力點解決呢？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道路交通呢，點解決呢？剛才教授就講話我哋都唔係好嚴重啫，但係我就唔同咁嘅睇法啦。如果你同我講瀋陽，我可以話俾你聽係，佢只係你局部睇一個地方周邊嘅環境配套呢，佢整體上面，我哋澳門而家唔係話嗰幾十萬人咁簡單，嗰超過2萬嘅人嘅平方住喺一個平方公里裏邊，我哋仲有3000幾萬遊客。我哋整體嘅道路有幾多呢？日日嘅巴士，澳門嘅巴士都算係犀利㗎啦。大家雖然日日鬧，但係佢係50幾萬一日嘅運載量。你諗下點樣去解決呢？如果你話呢啲外勞佢出去外邊住，佢同樣要搭巴士㗎嘛？你話點樣去面對呢啲問題呢？即係其實我覺得政府要解決澳門嘅人口密度問題，唔能夠將個波推咗話你哋去橫琴啦，你哋去住珠海啦，咁樣係不負責任嘅。點樣解決我哋而家喺呢度移居移遊移行先得㗎嘛？如果唔係嘅話，你冚唪唥走晒出去，咁呢個澳門同我哋有咩聯繫啊？我哋淨係翻嚟翻工，翻完工之後翻去瞓覺啊，出去外邊瞓覺。咁樣唔得嘅。作為一個政府，你一定要令到居民喺度有一個安息嘅生活，呢個係我哋嘅立足點。如果我哋樣樣都外求嘅話，勞動力外求，乜嘢都外求，連住宿都外求嘅，咁個政府真係有乜用呢？我都話覺得大家有意見啦，所以呢方面我想聽埋阿陳議員嘅意見啊，都知道可能即係同內地方面有啲聯繫，咁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方面？咁我哋頭先你嘅問題主要都係話區域合作能唔能夠解決到而家我哋嘅居住問題？咁要解決而家現時咧，大家居住問題咧有2個方面。第一就係話喺快啲個填海地，同埋起更多嘅公屋，因為既然政府有一個規劃啦，就快啲完成咗佢嘅承諾，呢個係第一步。第二步喺澳門可以做嘅，而家有好多閒置土地，咁到底佢攞嚟咩發展呢？到底係咪攞嚟起工廠啊，定起公屋，定係私人樓呢？唔知道，嗰啲規劃呢要快啲。另外第3個選擇呢，就係話可以喺橫琴，其實呢就係一個選擇俾市民，包括唔理佢係外勞或者係本地人，呢一啲都係一個選擇去橫琴，佢係自願性，就算係外勞都好，外勞佢都有幫澳門出過一分力嘅，澳門今日嘅成長佢哋都有出一分力，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又唔能夠話我一定要趕你去橫琴，因為佢都有人權㗎嘛，佢話我中意住喺澳門，咁嗱呢一個問題呢，我覺得係2方面，譬如澳門人。我哋又唔能夠趕啲澳門人出去住㗎，因為佢自己選擇。我覺得咧選擇咧係每一個人嘅權利，只不過話地方係擴大咗俾佢選擇。咁喺24小時通關嗰度咧，開咗24小時之後咧，大家可以睇到澳門嘅租金咧係明顯已經下降咗㗎啦。但係政府咧係要做更多嘅嘢，就係咩咧？係嗰個通關嘅壓力同埋交通嘅配套呢一樣嘢咧都要去做好，先至能夠真係解決到大家嘅問題。而唔係話我淨係俾咗某一啲人去邊度住就能夠解決，甚至乎而家你話新嘅填海，將來嘅填海區都要解決呢啲問題嘅，要解決道路嘅問題，要人嘅居住問題，製造一個嘅衛星城市，呢啲先係整體。其實呢個翻嚟又係講翻個城市規劃問題，以前根本就冇做到。多謝。呢方面想睇埋群力個意見。我知道群力本身都有係啦，頭先都講到話有研究啲醫療方面啦。咁而家面對住咁樣啦，咁區域合作、醫療、交通可唔可以解決到呢？
其實咧，頭先各位嘉賓都有提到啦，而家我哋大量嘅遊客啦，同埋外勞嘅湧入啦，其實無可避免係對於我哋一個社會嘅資源啦係攤薄咗嘅，令到我哋澳門市民啦，無論喺呢個衣食住行各個方面咧嘅生活素質都係下降緊。咁我哋睇翻啦，喺呢10年入邊啦，我哋市民係被逼承受一個高通脹啦、逼巴士啦、高樓價啦等等嘅問題。咁其實喺社會上面咧，亦都係積累咗一定嘅怨氣。如果我哋嘅問題得唔到一個如果呢個問題持續惡化，或者係得唔到一個有效嘅改善嘅話呢，其實對於我哋特區政府嘅一個管治啦，亦都係帶嚟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咯。咁我自己睇翻，其實每樣事物咧都有佢本身發展嘅一個上限，就好似我哋個旅客數字咧，亦都唔可能無止境咁樣去增加。即使我再俾多1000萬嘅遊客嚟都好啦，咁我哋試諗下，我哋個城市係咪真係容納到咁多人，或者係同埋真係頂得住咯？咁所以我諗大家呢度心入邊其實都會有答案。咁如果政府唔去再正視呢個問題嘅話呢，我相信受苦嘅最後都係我哋普羅大眾嘅居民。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啦，我哋政府唔能夠再走以前嘅舊路啦，再即係只係注重一個數量上嘅增長，反而更多嘅係要諗下我哋點樣以一個質去替量，適當去放慢翻我哋一個發展嘅步伐咯，咁先可以從一個宜居同埋宜遊城市之間咧去攞到一個平衡。係咁，所以我哋頭先有好多位嘉賓就講到，即係無論係係外求啊、橫琴啊，定係可能係珠海啊，可能係嗰邊即係搬啲人出去又好，即係各方面意見。我們需要問一下李教授，您的意見就是說，您同意通過和珠海方面合作，例如是讓一些人到珠海去居住，或者是到橫琴去居住，這樣的方式來舒緩現在的人口密度這樣的一個難題嗎？您贊同嗎？我覺得呢，這不是根本辦法，就把我們自己的責任推到珠海去，讓珠海來承擔我們的責任，這不是一個明智政府的辦法。我覺得要想解決這個人口密度問題，只要你下決心想解決，一定能有辦法的。比如2個方面，從技術上來看，現在國外有很多先進的經驗，比如發展立體城市，發展立體交通，不光是要高架橋、高架路讓汽車走，可以在高空建立人行的通道系統，這是可以做到的。我就說技術上可以做到的，不難的。第2方面，你聽我說，我的看法是說，最關鍵的是政府怎麼提高服務質量，讓這麼一些市民們感到滿意。我舉我的親身經歷2個例子，就是教育和衛生確實是市民是不滿意的。比如說，我早上到衛生中心去查血糖、查血壓，我發現每天排隊數以百計的老年人在那等着，等1個小時、2個小時，查了血糖還要查血壓，為什麼不能多建幾個衛生中心？這是我的一個問題啊。第2，幼兒園每年報名的時候人滿為患，一個幼兒園只招幾十人，可能有幾百人、上千人報名。為什麼政府不能多出點錢資助或者新辦一些幼兒園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的看法是，一個政府不在於他的市民多少密集，而在於你能不能讓這些人滿意的享受到他們應該享受的服務。如果這樣的，過去一個大家庭大家人擠在一起也很滿意，也可以有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政府要想解決人口密度問題，可以從技術方面入手，改善城市的基礎設施。第2，更重要的是從軟件服務入手，讓市民們的服務質量享受到更好的服務質量，這樣大家的心態就平衡了。人多點，大家擠也沒什麼大問題。我這個看法。好，多謝晒咁多位嘉賓嘅意見，我哋先休息陣，下次翻嚟咧會聽聽現場觀眾究竟點睇。好啦，翻嚟第3節嘅澳門論壇時間，我哋而家即刻開放俾我哋頭先放休息時間抽出嘅台下觀眾發言。好，大家好嚇，論壇入嚟。我哋嘅政府咧，我希望今次嗰啲新嘅司長咧，唔好學嗰啲舊嘅嚇。我哋回歸15年有多啦，點解會產生咁大問題呢？
嗰啲思想舊官嘅思維呢，就係要揾錢，唔係為你市民服務啊！所以行成係咁樣。我哋政府係咪冇地呢？係冇地咩？填咗咁多海，但係嗰啲地去晒邊呢？係嘛？轉晒去嗰啲私人公司，你班利益集團手下嗰度，變相呢侵犯咗國家嘅土地，咁啊唔死理民嚇，唔理民㗎啦，唔理啲市民有冇樓住15年，係嘛？晚九公屋都起唔到，仲爭幾千個，唔知你而家話做乜嘢？你話15年司長你做得乜嘢？利益集團為利益集團做嘢，政府係冇地咩？填咗幾多海啊？係嘛？有幾多塊係屬於政府㗎？全部你咧私人公司嚇利益集團劃晒，變相係咪侵犯咗國家嘅土地啊？係嘛？你唔理民啊？嚇，施政唔係為民服務啊？係時間差唔多。嚇，冇為社會主義建設，為自己嘅嘅澳門政府建設啊，係為你嗰班利益集團揾幾多錢先滿意啊？係嘛？所以形成呢個問題啊！學你話過真係好多嘢即刻做即刻見效，唔去做，到時候又褪軚，又話第二個藉口出嚟，講藉口，牽市民又行歪眼，係嘛？咁而咁嘅政府係點樣施政？我話多謝你意見，我哋下一位觀眾啦。下一位觀眾係先，唔該。聽唔聽到啊？係可以，個咪可以擺埋少少。可以咁樣對住個嘴。聽到啊？我都想問下咧，即係政府咧對於話人口密度嗰度咧，即係有啲乜嘢嘅做法？因為我咧就係響南環嗰區上班嘅，咁經常響新馬路嗰度，每一日你會見到嗰啲人係行唔到嘅。咁我哋自己澳門市民咧就會揾一啲可能後邊嗰啲路啊，或者停車場嗰邊啊咁樣嚟行嘅。咁但係我想問下，街就得咁大條㗎啦，咁澳門嗰啲官員會點樣諗，會疏通到嗰啲人行呢？同埋一個搭巴士嘅問題係，以前搭巴士係好容易嘅，但係依家呢係上幾次都上唔到個車嘅。咁點樣改善呢？政府會？咁我要想即係話想知道，我哋唔係話反對嗰啲遊客嚟，我哋係好歡迎佢哋，我哋亦都唔會反對外勞，外勞對我哋都有好處嘅。咁係問題係話政府要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呢？呢個係好重要嘅，同埋一個醫療嗰方面，因為我哋好多時有啲朋友或者有啲客人，佢要去睇醫生，上到去山頂嗰度幾個鐘頭，佢覺得你冇乜問題嘅，都擺喺度，都仲未輪到你睇急診嘅。時間差唔多。咁點樣解決呢？我都好想知道政府有啲咩方法，同埋。仲有一樣就係話，由於時間關係，我哋需要將個咪交俾下一位。多謝晒你意見，將個咪交俾下一位係 F。首先祝賀我哋嘅劉卓華先生身體健康嚇。你係為市民服務，我係永遠記得嘅。我哋澳門應該起多啲經屋，起到屋做咩咧？起10萬間都唔緊要，因為嗰啲係有個將來有個財政收入嘅，嗰個經濟來源應該好好嘅將來。相信有啲嘢我講嘅話，應該有啲經濟學家應該理解我咁講嘅。但係我哋關於反腐嘅問題，我嚟敲澳嗰度係澳門論壇嚟咗大約140次啦，但係有樣主題，唯獨冇反腐主題。任何社會都係，如果有貪官存在，我哋特區政府內部嘅話，我哋澳門市民一定係冇事㗎。我講話咁多啦。係，將個咪交俾下一位係 E。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日想發言講嘅咧就係話，而家咧就地方唔夠用啊，人又多啊。你睇下，我哋根本咧就走入咗世界最前列㗎啦，即係話咧人多地方少啊，咁集結嘅地方啊住咗2萬幾人咁樣係嘛，1平方公里咁樣。咁啊而家咧最近咧報紙上亦都披露咧，當然啦大家都覺得冇咩辦法啦，住咧上啲計仔啦，就去橫琴買樓啦。咁啊報紙咧亦都披露過有啲朋友咧喺買樓嘅過程裏邊咧，原來發覺咧佢買嗰層樓咧可能即係亦唔係好合法啦，即係譬如大家都搶住去買樓。搶住起屋，起咗之後咧，大家賣，但係合唔合理、合唔合法，政府批唔批准佢登記啊嗰啲咧就成問題啦。
咁你話啲人咧想辦法，我哋本澳嘅人，尤其係嗰個橫琴24小時通關之後咧，咁啊嗰個迫切性咧就覺得過去都係一個方法嘅，就留翻啲仔女咧就喺澳門揾食啊，俾層樓佢住先，咁佢哋咧就喺橫琴買樓，亦都經濟啊咁樣，咁所以好多老人咧佢都有呢個打算，但係萬一呢啲樓買咗，就又唔係符合政府嗰個即係珠海政府啊或者係澳門政府嗰個要求嘅時候咧，咁就變咗一個問題啦。咁啊，到時又追究咧係點咧？澳門政府有冇即係考慮過呢個即係比較前瞻性啲嘅問題，同佢哋咧即係想下辦法，即係溝通兩地，銀行好、貸款好。另外一個咧，你話地方人少啊，舊區重建黑沙環嗰度都講咗好耐㗎啦，一直都起到而家都唔起，都未起成，老鼠曱甴周圍行嗰啲環境咧，你話俾遊客睇到咧，相當之唔係咁好。希望政府揸緊起嗰個舊區重建咧，有地方。係，多謝呢位意見。多謝晒呢位觀眾意見，下一位係 B。好，各位早晨，我都係講舊區重建。10年前已經話嗰個見到而家有物跡比啊，我睇過呢份報紙㗎嚇。好啦，有選舉，梁慶婷有派表去問民警調查，點樣知道攞咩？阿劉勇咧就召過啲人去，一屋換一屋㗎，幾多份我講嚟講去冇用，結果佢哋啲親戚或者朋友。係過身後落開啊！咁嘅嘢，新聞罪係冇用㗎嚇，你又睇下。而家取消咗啦，有睇新聞㗎，嘥晒啲錢冇做過嘢。你嗰嚿就係地起得幾30層高，起得幾多嘢？4層停車場，我都有諗過佢睇過佢呢個好嘢嚟嘅喎咁樣。做咩起咗10年都冇起啊？係咪貪污啊？邊個做呢個嘢係咪要負責拎翻啲錢出嚟養佢哋啊？係咪先？仲有喎，你話人口密集啲車，咁你大把地啊，起啲架空得唔得啊？一樣係得嘅喎。你話填海。10年啊，10年後啊，啲8歲大都合資格去申請啦。而家80後嗰啲有冇可能去申請得到添嘛？即係假咯，包括你哋做輪拍得罪你哋啦。你係咁收人工，收政府嘅歌薪厚祿，有冇睇過啲打工仔啊？仲有啊，打工仔做咩要納稅啊？做生意就唔使免稅啊？做咩我哋打工應該都免稅啊？免納稅人啦，係咪啊？你做生意咯，點解你又免稅啊？即係揾到你打工一笨嘅啫，我覺得我講呢啲嘢都係冇用嘅，不過太得閒啦，你睇下意啫嘛，係冇用㗎。佢有冇做過嘢啊？咁多次，我就太得閒啦，你唞下啫，其實冇用㗎，你睇下有冇。多謝晒你多謝晒你嚟坐下。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將個咪交俾下一位啦。不過咧，呢位觀眾嘅言論咧，暫時未經過證實㗎。我哋下一位係 H。呢個係嗱，講到呢樣嘢咧。就真係好火滾！你哋係愛國愛澳噶嘛？你哋唔係害國害澳噶嘛？10幾年你企埋喺政府嘅立場上邊，同意佢唔做嘢，你哋唔出聲嚇？喂，你哋即係你哋責任何在嘅啦嚇？講真，你哋有冇問下自己？你有冇責任先？一味鬧我哋鬧政府應該啊，你哋又鬧埋一份咁。你鬧唔鬧自己？冇道理。喂，我哋係人嚟嘅喎，我哋應該做乜嘢唔做乜嘢，我哋應該會衡量㗎，係咪先？嗱，崔水安咁樣做特首，你哋啊各界人士呢啲咁嘅選委都去選佢，佢又做咗特首，或者人口密度方面有冇意見？喂，好醜㗎喎！嗱，而家問題咧就喺佢嗰度。佢係特首，所有嘅權力喺佢手上，所有嘅資源佢支配。時間差唔多啦。佢唔做，邊個奈何？嚇？你話啦，羅立文係點啊？佢有權喐咩？特首都冇岌頭，羅立文你係咪想搏炒？嚇？喂，你哋即係你哋點樣愛國愛澳啊？我真係發覺你哋真係害國害澳。時間關係，多謝晒呢位觀眾意見啊！我哋需要將個咪交俾下一位係 I， 多謝晒。下一位，請問下一位係邊一位 ？I， 下一位觀眾係麻煩。尊禮嘅各位主持同埋兩位議員間小姐講嘅咧，同埋周小姐講嘅咧係好啱嘅，因為咧人口密度係好多人係被逼翻咗大陸買樓，同埋翻咗啲市民好多又被逼翻咗大陸去拱北買餸，因為咧呢度啲物價咧太高漲啦，真係買唔起啊！買個雞都要80-90蚊，成100蚊買隻雞。我出大陸30蚊、40蚊而家買個雞啦。
2蚊一斤菜，10蚊買到4斤菜、5斤菜，你呢度10幾蚊一斤菜點食啊？你嗰啲即係對於我呢啲市民咧好困難啊買呢啲，即係特別啲中等家庭嗰啲中年嗰啲又冇工做，同埋咧生活環境又唔係咁好，同埋咧你如果個物價政府你唔係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咧，變咗咧我呢啲市民咧真係好難做啦。你啲語言要幫啲市民，同埋啲嗰啲樓價太貴啦，同埋嗰啲市場啲物價太高啦。我講嘅係咁多啦。好，多謝意見。將個咪交俾下一位係 J。咁多位主持嘉賓早上好。我講咗2個方面㗎，一個方面咧就喺橫琴嗰度買地，買地咧唔係單一搞老人院咁簡單㗎，要搞成一個叫做社區綜合服務中心，醫院又要喺老人院又要喺公屋又要喺，呢個公屋咧要大量添，就係租俾澳門市民，老人家都可以租只係睇定出個優惠政策點樣定第二個方面喺澳門㗎，澳門咧將嗰個經屋社屋咧全部停落嚟要喺嗰啲公屋咧又係租俾市民嘅，各階層嘅市民都受得起嘅，就可以前線解決咗疏解澳門居民個密集度。OK， 唔知各位主持嘉賓認同我個考炮？好，多謝晒你意見。我哋開放多2位後備觀眾㗎，麻煩第一位係 K。各位嘉賓主持人早晨啊！咁其實澳門咧由小而港到依家到最繁榮嘅城市啊，即係大家所稱嘅。其實澳門喺國家入邊12.5規劃已經融入內地去生活㗎啦。咁至於你話人口嗰個增長啊，其實有好多來自內地嘅嘅新移民，其實佢哋已經住慣咗喺內地。反而落嚟澳門住咧係唔習慣嘅，咁當然人口密度唔係今日先發生嘅，過去呢10幾年都係咁樣噶啦。咁其實我係建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可唔可以同內地溝通加快建設嗰個粵澳新通道咧？因為其實澳門人嘅生活就係需要方便，咁交通唔方便咧，你叫佢去內地住咧，佢係唔會去住嘅。咁如果你可以透過一啲內地收稅又好，點都好啦。俾啲澳門車可以每年過內地，咁其實可以分流咗部分想去內地住嘅人。其實去內地住唔係被逼上嘅，多個選擇。而呢個選擇有好多澳門嘅市民都喺度做緊嘅，包括係返大陸養老呢方面。因為內地嘅空間比澳門大好多，佢哋生活習慣咗，佢哋自然會覺得內地好多嘢，因為內地都係不斷發展嘅，唔係10幾年前嘅內地。乜嘢都設備都係落後，其實內地有好多嘢先進嘅技術或者先進嘅管理，澳門係學唔到嘅。咁其實簡單嚟講，包括法治都係內地嘅法治快過澳門嘅建設好多倍，只不過澳門硬係覺得自己咧就好似乜嘢都好健全咁。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其實希望內地。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多謝晒呢位觀眾意見。我哋最後一位係 L。好各位早晨，我想反駁一下李教授講。你攞孟買同加爾各答嚟去比喻澳門，話澳門唔係最逼咧，人哋係擒上個巴士度，擒上個火車度搭車嘅，喺個恒河度沖涼嘅。即係我哋係咪要擒住架新福利，跟住咧喺鴨涌河度沖涼，咁樣先至叫做澳門最逼咧？所以咧，澳門嘅情況已經係太過擁擠啦。呢一個咧，我好明顯就係一個長遠規劃不足啦。但係長遠規劃對於呢個短視嘅政府嚟講咧，係死穴嚟嘅。所以而家先出現咁擠迫嘅情況，但係我好同意陳議員所講啦，要選擇，唔好逼去第啲地方住啦，係自己嘅選擇。但係如果政府唔再改善本地嘅問題嘅話咧，變相就係逼咗啲人出去啊嘛，即係呢個客觀存在嘅現實。仲有最後一個就係我哋唔能夠盲目去迷信區域合作或者遷去橫琴就可以解決一切嘅。你諗一諗就係，如果我哋安老院、學校、醫療所、所有企業搬晒去橫琴，澳門仲剩翻啲乜嘢咧？即係澳門而家已經剩翻錢㗎啦，即係窮到剩翻錢㗎啦。咁但係而家澳門如果連呢啲嘅文化都搬咗出去嘅話咧，即係區域合作好可能會被人質疑就係區域嘅融合啦、區域嘅同化。咁大嘢肯定食細㗎啦。澳門本地嘅文化、歷史所有嘅嘢係咪會消失咧？呢個我覺得係所有愛國愛澳聲稱嘅人都要警惕嘅嘢嚟㗎咯。多謝。好，多謝晒意見。我哋休息一陣，下一次翻嚟會聽聽台上嘉賓點樣回應。
翻嚟最後一節嘅澳門論壇啦，咁我哋頭先都聽咗好多現場觀眾關於一啲人口密度啊，或者係去區域合作方面嘅意見啦。咁我哋都交翻俾台上邊4位嘉賓咧，做一個總結發言嘅。首先請阿關姐可以總結下今日嘅發言先啦，同埋聽到現場觀眾咁多意見，可以總結下。或者咁啦，剛才都好開心聽到10位朋友去發表咗佢哋嘅見解同睇法，亦都有不滿。咁咧喺呢度咧，由於時間有限啦，我想幾點回應。第一，我想回應嘅咧就係作為今日嘅澳門人，生活喺澳門呢個地方，愛國愛澳係我哋應有嘅立場。我相信呢度唔應該有人話我哋係反對愛國、反對愛澳。但係點樣愛國、點樣愛澳，每個人憑心去做。第二個，作為議員喺一個表達上面，我哋嘅責任係監督政府，聽取市民意見。所以呢，市民可以鬧政府，我哋又唔能夠話你剛才話我哋唔好鬧，做咩我哋又鬧埋一份？喂，我又想問啊，如果我哋唔鬧埋一份，咁我哋應該係咪企埋一邊拍手掌呢？嗱，所以我覺得市民呢講嘢有你哋嘅權利。但係你應該係要明白每個人有唔同嘅立場。咁另外第三點呢，我好想講嘅呢就係話，今日聽到各位呢都有好多嘅睇法，特別好清晰嘅呢就係居民呢其實對承載力嘅問題呢已經好多不滿。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重視大家嘅意見。除咗我哋今日聽到，我相信我同美儀返到去喺立法會，喺將來喺呢個工作上面，我哋都會繼續去推動。但係仲有一樣嘢嘅咧，就係話，我好希望作為呢啲咁嘅論壇咧，政府官員係要多啲出嚟，特別對有意見嘅居民。我哋唔係話你有你講，我有我講，講完散病。而家我哋應該係有意見嘅政府需要跟進。點解佢會咁多意見呢？點解話澳門嘅政府用咗萬幾億，用咗幾多億，浪費咗咁多公帑呢？我哋都要去解釋。作為一個執政者，你喺工作上面做咗所有嘅嘢，有不足，但係呢啲不足點樣完善？要深入基層聽意見，大家有誤解嘅，亦都要清晰解釋。呢個係我簡單總結，多謝。好，多謝晒。麻煩陳議員。好啊，多謝。頭先聽咗好多市民嘅意見呢，其實總結呢，大家係批評政府過去冇做工作，所以導致到今日呢一個問題。其實我哋已經走咗一個困局，但係問題呢，就係呢60幾萬而家喺澳門居住嘅人，澳門嘅人口呢，佢已經係存在喺澳門㗎啦。咁我哋要政府要諗辦法，盡快去解決頭先大家所講嘅嗰啲困局。如果佢過去嗰15年有更好咁樣利用我哋嘅土地，有更好咁樣做舊區重整、醫療任何嘢、交通可以做得好嘅，今日大家唔會喺度埋怨。而家喺度埋怨嘅就因為過去冇做到工作，所以而家呢啲人已經係存在緊嘅。我哋大家都係澳門人，所以政府今日聽咗市民嘅意見，係應該要加快腳步去解決現有嘅問題。當然要解決咁多嘅問題，唔係一下子可以完全解決。咁大家就要抱住一個各方面社會各界都要有一個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嘅解決方法。呢個問題呢，大家先至能夠呢去做得到嘅。咁呢一樣嘢呢，就係話點樣能夠去做得到？希望政府呢係加快個腳步去做嘅。咁同埋呢，如果10年前，今日大家好多提咗個舊區重整，如果10年前呢個方案係推行咗嘅，今日亦都唔會搞到咁多好多衞生嘅問題。我都收到好多投訴意見，喺嗰一區好多衞生嘅問題，加上有啲長者根本就住唔到，佢因為呢而家已經係行唔到上樓啦，所以亦都係搬遷晒呢去而家嘅新區嗰度，需要有電梯嘅。咁呢一個問題呢，我希望政府呢就要加快去做啦。加上好多人呢講到橫琴嗰個買樓嘅問題呢。橫琴嗰個買樓問題呢，的而且確係有一啲房地產商呢，係嗰層樓呢係冇嗰個預售證呢，就已經開始發售。但係呢樣嘢咪又係我哋政府唔去做嘢，應該係更好咁樣去監管。無論係兩地政府係互相溝通㗎嘛。
但係咧，佢呢個溝通嘅層面咧就做得唔夠。咁我希望咧橫琴政府即係珠海政府嗰度咧係更好監管翻佢哋當地嗰啲發展商。我哋保障翻我哋澳門人咧喺嗰度買樓，希望咧就係貨真價實交到樓，同埋我哋買嘅嘢係真係交翻呢啲咁嘅嘢出嚟俾我哋。呢個係咁下次有機會再講。明白，係，多謝。張小姐下排。頭先咧都聽到好多市民嘅意見啦，包括一個住屋嘅問題啦。咁我自己覺得咧，除咗嚟緊咧，政府即係透過一個區域合作解決我哋一部分勞動人口嘅住屋問題之外咧，更加重要嘅係我哋點樣將我哋澳門嘅土地俾翻我哋澳門嘅居民使用，優先保障翻我哋居民嘅一個住屋嘅需求咯。咁其實咧，政府我覺得係有條件可以將一啲已經推出但未發展嘅土地，甚至係一啲霸地咧，去轉為澳人澳地，去回應翻我哋居民嘅一個需求嘅。咁只要我哋嘅樓價係回復翻一個合理嘅水平同埋健康嘅發展嘅話咧，我相信大部分嘅市民啦，其實都好希望喺翻我哋自己生活嘅一個空間入邊啦，去購買我哋嘅物業嘅。好，多謝晒，麻煩曾教授。好，我簡單的談3點看法。第一，要想解決澳門人口密度增加的問題，政府首先要負責任，這是第一條。第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要想盡辦法增加澳門的自然資源。有2條思路：一，可以繼續填海；第二，我覺得要從政策上入手。比如澳門基本法規定了，澳門土地也是國土，那麼為什麼不能想法子到別的地方，比如橫琴，再爭取一些土地，它不改變國有土地的性質，來為澳門所用呢？把澳門的有關的產業、澳門的有關的這個事業都搬到那裡去呢？第三，我覺得政府要充分體會到澳門人，特別是本土的澳門的原住民，他們的情結，故鄉情結。愛國愛澳，關鍵是愛澳，愛澳就是愛國，只有先愛澳，才能真正愛國，這是我的理解。所以應該想辦法照顧到澳門本土居民這個情緒，把澳門這塊土地變成他們的幸福的家園，把其他的產業盡量的擴展到外地去，這樣我覺得才是一個解決的辦法。謝謝大家。多謝晒咁多位現場嘉賓嘅意見啊嚇，咁我哋頭先都聽咗好多，而關姐亦都係講咗我哋心入邊嘅其中一個説話，因為我哋今個禮拜呢亦都曾經邀請過政研室方面呢係出席嘅，不過佢哋暫時就係派唔到代表啊，咁亦都希望呢政府相關方面聽咗咁多意見之後呢，翻到去呢真係認真思考下啦。我哋今個禮拜嘅論壇嚟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見。